Volkswagen 全新純電細碼 SUV ID. Cross 啱啱全球首發，呢部精巧嘅 SUV 賣點究竟係乜？就係性價比較高。德國國內起步價大概24萬港元就有交易，價錢雖然唔算貴，但係竟然將好多以前高級車先有嘅科技同舒適配備都塞晒落呢部平民車入面，擺明係想抵抗中國國產車。ID. Cross 車仔細細，車身長度只有4153毫米，同燃油版 T-Cross 其實差唔多，但因為用咗改良版 MEB Plus 前驅電動車平台，空間係大咗好多。外形方面，行簡約沉穩路線，有標誌性嘅懸浮式車頂同厚實嘅 C 柱，前後仲有發光 VW 標誌，夜晚出街識別率極高。車廂入面，全車用咗大量織物去包覆儀表台，襯埋金屬質感嘅旋鈕，好有北歐風溫馨客廳嘅感覺，完全冇咗以前入門車嗰種膠感。駕駛席有一個10.25寸數碼儀表板，中間位就有個12.9寸懸浮中控大屏幕。呢個中控台有個一鍵切換功能，將數碼錶變身做80年代初代經典 Golf 1嘅復古雙圓錶板。不過佢都有將現代嘅交通標誌識別功能都融埋入去。另外，福士繼續聽取民意，改翻用實體按鍵同金屬滾輪去控制音量，揸緊車嗰陣使用盲操作一樣冇問題。動力方面有3款輸出，最大馬力去到211匹，配37千瓦時或者52千瓦時電池。WLTP 續航力最高去到427公里，喺香港日常代步、假日出入新界油車河絕對夠用。充電亦都夠快，用直流快充大概23至24分鐘就可以由10%充到80%。去飲杯咖啡，去多個廁所就已經充完電。安全配備亦都冇手軟，直接向大佬車款睇齊。標配嘅 Travel Assist 系統首次加入紅綠燈自動偵測功能，見到紅燈會自己減速到停。仲支援單踏板控制 One Pedal Driving 同全自動遙控泊車，喺車外用手機就泊到車。高配版仲可以選配 DCC 主動式電子避震，想舒舒服服定係入彎好玩都交到功課。今次福士俾嘅配備直情係唔講道理，好多都係同級唯一。例如可以揀10個喇叭嘅 Harman Kardon 高級音響，前排座椅有12向電動調校，仲有豪車先有嘅氣動按摩同記憶功能。車頂有塊大天幕，連電動遮陽簾。實用嘢仲有 V2L 向外供電功能，假日去露營野餐，想用電器幫電單車充電都極之方便。大電版仲有1200公斤嘅拖車能力。新車喺德國已經開始接單，入門版稍後就會上場。以前大家一窩蜂盲目追求大屏幕、誇張科技同跑車級加速，但激情過後，大家發現汽車始終要講實用。呢部車最觸動人嘅地方唔係佢開得幾快，而係福士肯聽話改翻實體掣，加埋復古錶板同埋幫你舒緩腰痛嘅按摩椅。如果呢部有德國工藝加持，又賣平民價嘅精品小車，引入香港嗰陣又 keep 到個價格優勢，絕對有實力成為新一代腳車。你對呢部車又點睇？大家一齊留言傾傾。想知更多最新汽車資訊，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 Car1HK。